在地新闻，行政院长杜永泰去花莲视察。杜永泰讲，要伫咧马太安溪起超级爆花，未来就有摘掉防止做大水。另外，目前马太安溪和立木溪放山湖拢是稳定咧下水。杜永泰是要求要想办法引导，才袂做水灾。 溪水一直为下面的盐坑流过，四颗肥也有怪手当咧拍拼所存。行政院长杜永泰车队到位顶面变道通行。杜永泰2号去花莲视察之后，护管进行。第一站到到马太安溪临时变道，观测爆花所存，甲放山湖后手等问题，强调会全力支持马太安溪整治计划，也只是伫明年风信期进前，要将爱完成的工作做好。无论是特别预算或是公务预算，行政院全力支持。 我们现在跟下一个防汛期做比赛，明年的防汛之前该做的工作全部做好，该有的交通建设恢复全部做好。马太安溪更变道长咧去，预计明年春节进前完成。杜永泰也宣示，会伫马太安溪南环比较北环起新的超级爆环，要完成100年大水频率顶级的防洪计划。建立一个8公里长、150公尺宽。 5公尺深的一个深水槽，那这个深水槽理论上是可以让我们100年平率的水量容纳在这个深水槽，为原则。希望说在明年汛期来以前能够至少完成一部分的这些拦沙，让这些土沙不要在很集中的同一个时间来往下移动。 另外，马太安溪放山湖目前雨水稳定流出，另外一边立木溪放山湖坝底稳定泄流，厂商已经进场替坝体降雨加导流，也毋过杜永泰有愿要求设法引流放山湖，唔通互历史搁发生。院长帮帮我！ 报道昨日大声တင်前，杜永泰到光复大专活动中心关心受伤灾民，也毋过各传道务联名表达。 中计处选址无符合部落需求，申请条件无应该局限处毁损的人等诉求。希望中计处立立风险评估，也毋望部落集体安置。杜永泰是答应一定听部落意见，也提到中计处毋是永久处，会有长期安置计划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